接下来我们要将4个选项直接带入空格看看。第一题，前面的句子有句话是一个问题，俺用不用一凑进入呢？俺用板都用板唔解，把选项1的擦带入，俺擦都擦唔解，我拆都拆不开。选项2分带入，俺分都分唔解，我分都分不清楚。选项3量带入，俺量都量唔解，我谅解都谅解不了。选项4面带入，俺面都面唔解，我想都想不通。因为前面句子有问号，表示在自问自答，所以我们会选4。俺用不用一凑金炉呢？俺面都面唔解，怎么会有一座金炉呢？我想都想不通，与前后的意思才相合。第二题，冇错，电视厅出係用來燒乜解溶解。这题在讲镜字亭的功能是用来烧什么的呢？熱、絲質、泥、暈質、散、浮炭、細、垃圾。因为我们已经了解文章的意思了，所以一看就知道要选1。絲質，冇錯，電視廳就係用來燒絲質溶解。第三題，俺用板愛見時室溫，係冇是為讀書唔識咯。我怎样要浸字習文？要不然的話，書會讀不好哦。這題要怎麼選呢？如果你一時沒有頭緒的話，可以將選項中的字詞帶入。選項1，俺原來愛見時室溫，我原來要浸字習文。選項2，俺唔是愛見時室溫，我不必要浸字習文。選項3，俺挺出愛見時室溫，我一定要浸字習文。選項4，俺挺貼愛見時室溫，我穩妥的要浸字習文。所以選3是正確的。最後檢查一下前後意思是否連貫。俺挺出愛見時室溫，係冇是為讀書唔識咯。我一定要浸字習文，要不然的話，書會讀不好哦。今天我們饒平腔的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課程就上到這裡，祝福大家考試順利，拿到高分哦。